才能让顾西城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呢？啊，烦死了！何小姐，你委托我查的资料，我已经查到了。你放心，只要资料属实，全力去倒查。你们的动作怎么会这么快？都不用去当地调查。你说的那个方式啊，已经 out 了。现在是信息时代，你不要小看我们侦探社啊。想查这种普通人，对于我们来说 ，so easy。这位小姐从小到大的简历基本上都在这儿了。根据网上的痕迹显示，她曾经有一位相爱多年的男朋友，两个人似乎是从高中时期就已经在一起了，经常喜欢秀恩爱。不过，她为了参加神龙集团顾家继承人的选妻大赛，倒是付出了很多。你看你手上那个资料，翻，停，就那一张。根据上面的资料显示，她曾经做过流产手术，回来以后没几天就和她的男朋友分手了。现在的女人呢，真的是虚荣，为了钱，可以放弃多年相爱的男朋友，甚至连孩子都可以不要。南宫琉璃，想不到你还有这样的秘密。如果我让郭西城知道你的真面目，我都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脸跟我抢。最近挺累的吧？要实在受不了的话，我提升你做我身边的助理吧。顾少爷身边的助理已经不少了，不是刚刚也提起来一个南宫琉璃吗？哪还有我的位置？你跟他们不一样，只要你想，位置永远有。我才不去！看见那个南宫琉璃就不高兴，伪白脸。哎，你可别乱说啊！这个南宫琉璃啊，工作挺认真的，而且能力也很强。顾西城，你是不是忘记你答应过我要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了？我先声明啊，我跟他之间只有上下级的关系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停车！干嘛呀？还有一段才到呢。要是让他们看见我跟你在一起，就真解释不清了。你还是让我过几天孝女日子吧。你再不停车，我就跳下去。哎，好，停。一会儿见。常副总，你来啦！常副总，南宫，听说你升助理了，祝贺！谢谢。我那天也是一时冲动，还以为在公司待不了多久呢，没想到结果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吧。以后还要常副总多关照呢。好好工作，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。啊，忙完了把这份文件交给顾总。好的。是苏小姐吗？你是？什么也甭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是一位姓贺的小姐让我交给你的。
元熙，你收到我让人给你的东西了吗？收到了。可是，你给我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我找人查了南宫琉璃，结果意外的收获。你把那份资料给顾西城，顾西城自然会原谅你。交给顾西城啊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要你干嘛就干嘛。傅博雅，老虎吃完，给你把这事下来。那他叫什么名字？傅博雅，走，踢球去。进来。顾总，嗯，集团旗下的地产公司受政策影响，资金无法回笼。我根据市场反应，做了一个方案。您看一下。想不到南宫能力还挺强的呢，说来给我听听。来，顾总，您看。对。直到11月，随着园林和景观的建成及现场形象的改观，我想一定会有新的东西。还挺在意。啊？是吗？哦，我说你的报告做的挺合我意的，不错，我自己看一看。啊，你先忙去吧。好的，顾总，那您看，我先去忙了。不行，我不能直接把资料给顾西城。虽然南宫琉璃没安好心，可是我要这样做了，岂不是让他太没面子了？对了，她还有个男朋友，我可以让他去选南宫琉璃啊。搞不懂这个人有什么好的，一个两个的全都想缠着他不放。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啊。哟，你还知道来呀？哎，有个女的喝酒非要给我较劲，费了点时间。哎，顾少，小嫂子呢？约人逛街去了。真的是逛街吗？会不会有没有可能是去偷男人了？偷你妹！作为男人，我还是很有自信的。你说